后来乡亲啊，继续来到台南，每一年寒天的时阵，拢会当伫咧沿海地区看到珍贵的乌面腊杯。顶个月有志刚发现8只乌面腊杯中毒受伤，通报到相关的单位来照顾。虽然讲尾啊有3只不幸来死亡，但是剩落来的5只拢恢复健康，嘛伫安南区正式来野放，为生态保育尽一分的心力。去年12月，有志刚发现讲有8只中毒受伤乌面腊杯，后来经过相关单位的照顾了，虽然讲有3只不幸死去，不过剩的5只拢已经恢复健康，嘛已经到安南区正式野放。肉毒杆菌中毒，然后经过志工的悉心照料兽医的悉心照护，终于能够恢复健康。寒天是乌面腊杯来台湾过冬的时期，市长呼吁大家，若是有发现受伤乌面腊杯，希望赶紧通报相关的单位做伙来抢救。大家一起针对这个国际非常重要的保育类鸟类黑面琵鹭，能够更加重视、更加珍爱它们。依照统计，到11月为止，台湾总共有3300只的乌面腊杯，到台南的就占2700只。希望讲透过市府甲志工，也有民众的保护，会使继续去台南变成乌面腊杯来遮安心过冬的好所在。